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依家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7月1號，經文係以賽亞書63章1至到19節，主題係上主是拯救以色列的救贖主。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。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，穿紅衣服，裝扮華美，能力廣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誰呢？就是我，是憑公義說話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裝扮為何有紅色？你的衣服為何像踩酒榨的呢？我獨自踩酒榨，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。我發怒將他們踩下，發烈怒將他們踐踏。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，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。我仰望，見無人幫助；我詫異，沒有人扶持。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將我扶持。我發怒，踩下眾民，發烈怒，使他們沉醉，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。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，提起他的慈愛和美德，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。他說：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虛假的子民。這樣，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。他們在一切苦難中，他也同受苦難，並且在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。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，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，懷搋他們。他們竟悖逆，使主的聖靈擔憂，他就轉作他們的仇敵，親自攻擊他們。那時，他們想起古時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說：將百姓和牧養他全群的人從海裏領上來的，在哪裏呢？將他的聖靈降在他們中間的，在哪裏呢？使他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邊行動，在他們前面將水分開，要建立自己永遠的名，帶領他們經過深處，如馬行走曠野，使他們不致絆跌的，在哪裏呢？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。照樣，你也引導你的百姓，要建立自己榮耀的名。求你從天上垂顧，從你聖潔榮耀的居所觀看，你的熱心和你大能的作為在哪裏呢？你愛慕的心腸和憐憫向我們止住了。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，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，你卻是我們的父。耶和華啊，你是我們的父，從古以來，你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。耶和華啊，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，使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為你僕人，為你產業支派的緣故轉回來。你的聖民不過暫時得這產業，我們的敵人已經踐踏你的聖所。我們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稱你名下的人。
今日嘅主題係上主是拯救以色列的救贖主。以賽亞一方面預告上主會親自介入，用強而有力嘅膀臂拯救佢嘅子民，喺憤怒中審判欺壓佢子民嘅敵人。另一方面，又熱切祈求上主憐憫同埋寬恕背叛佢嘅以色列，因上主自古以嚟都係佢哋嘅救贖主。盡心思考，第10節指出，以色列嘅悖逆令上主有乜嘢反應？你最近有啲咩過犯，是一直與你同在嘅上主憂傷呢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一齊讀聖經嘅說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再見。